장군님의 성스러운 혁명 실력과 불멸의 혁명 업적은2011年12月，北韓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突發性心臟病離世。 너무합니다. 너무합니다. 장군님 빨리 돌아오십시오. 呢一晚，北韓舉國上下都表現得好悲傷，但喺悲傷嘅表面之下，領導人嘅接班計劃一早已經暗中完成。年僅27歲嘅金正恩，佢從未參加過軍隊實戰，突然間俾朝鮮勞動黨推上舞台，被安排成為一個極權國家第3代嘅最高領導人。金正恩其實唔係第一順位繼承人，喺佢之上仲有2個哥哥，但係點解佢會承繼咗北韓領導人呢個身份呢？喺佢上台之後，兄弟親信都唔放過，究竟佢點解要咁做？有傳近年來金正恩嘅健康曾經一度惡化，引起國際嘅關注。如果金正恩突然間出事，邊一個會最有可能成為接班人呢？以下12分鐘，我哋一齊拆解北韓權力核心背後真正嘅承繼遊戲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流量密碼案內所。喺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另外，我哋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 超級感謝功能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條片，可以用 Super Fans 支持一下呢個頻道，創作更加多嘅題材。1984年1月8日，金正恩喺北韓平壤出世。喺佢正式繼位之前，佢嘅身份一直都係高度機密。佢係金正日同埋第4任老婆高英基生嘅細仔。高英基係一位嚟自日本朝鮮族嘅舞蹈員，出身喺北韓極罕有嘅知識分子家庭，本身都擁有唔錯嘅藝術修養。但由於出身嘅背景同埋政治地位不足，最終都成為唔到金正日嘅第一夫人。金正恩自細就係生活喺一個極度保密嘅環境，佢從未喺公眾面前曝光，甚至喺北韓高層之中都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金正日仲有個細仔。喺北韓呢一種極權政體之下，如果金正恩太早曝光，好有可能成為咗政治鬥爭嘅犧牲品。結果金正恩就喺一個被層層保護嘅世界入面長大，直至1996年嘅夏天。為咗栽培金正恩成為有國際視野嘅領袖，金正日喺1996年到2001年秘密安排佢同阿妹金與正去到瑞士留學。佢哥哥金正哲早幾年已經被安排喺瑞士附近嘅學校讀書，生活極之低調。佢哋3兄妹都係用假名讀書同埋生活。佢哋自稱係北韓大使館嘅仔女，但實際上佢哋係俾金正日精心安排接受外國訓練嘅未來領導人。His name was Un. He was about 14 years old. 金正恩用假名喺德語學校上堂，但係佢接受嘅教育其實係多國語言，包括英文、法文甚至日文。佢阿 Sir 形容金正恩性格內向低調，但係喺數學同埋科學成績就好犀利。金正恩好中意美國文化，中意食麥記、飲可樂，更加中意打籃球。而佢嘅偶像就係 NBA 傳奇球星 Michael Jordan。He always looked like a pro in his NBA club. 成間房都貼滿咗 Jordan 嘅海報。雖然生活喺民主自由嘅歐洲，但係佢冇真正融入當地嘅文化，因為佢根本冇真正嘅自由。一切開支同埋活動都係由北韓大使館安排。佢身邊有保安、私人醫生、翻譯保鏢，但係冇人知道佢真正嘅身份。其實金正恩並唔係金家嘅長子。喺佢上邊仲有2個阿哥，同父異母大哥金正男本來係接班嘅第一人選，聰明醒目，深得金正日嘅寵愛。但係點解佢最後都會落馬呢？金正男有一次用假護照入境日本，目的只係帶個仔去日本東京迪士尼，結果喺機場被捕，令金正日冇晒面，嬲嬲地取消咗佢接班人1號嘅資格。至於同父同母嘅2哥金正哲，性格比較溫和同埋內向，係典型嘅藝術家性格。佢沉迷音樂，而偶像係歌手 Eric Clapton。佢多次被發現去睇演唱會。金正日曾經表示，佢未有領袖嘅潛質。金正恩喺2個哥哥，一個被放棄，一個被睇唔起之下，被金正日睇中佢沉默聽話夠果斷。少年時期就秘密送去瑞士受教育，同時佢暗地接受軍事訓練。慢慢成為咗金正日心目中嘅頭號接班人。2011年12月，北韓領袖金正日突發性心臟病離世。
北韓上下一夜之間陷入咗哀痛之中，但係領導人接班計劃一早已經暗啞底完成。金正恩呢位從未露面嘅細仔，突然間被正式宣佈成為偉大嘅繼承者，佢嘅相同埋畫像掛滿街頭，由一個神秘嘅年輕人變成國家最高領導人。27歲嘅金正恩一夜間登上咗最高司令官嘅寶座，外界喺度質疑佢嘅能力，說服唔到軍方同埋多邊嘅元老官員。但係其實金正日早喺幾年之前已經安排高層要效忠金正恩，仲一步一步將軍權交俾佢。金正恩嘅上台唔單止係接班，更加係金氏家族權力延續嘅高潮。Kim Jong-un is very young, very inexperienced, and very insecure. And since he came to power, he has been killing lots of people. 金正恩喺上任之後，用咗一連串嘅措施鞏固佢嘅個人權力。如果要保持領導嘅地位，第一步一定要處理所有對佢有威脅嘅人。而第一批被處理嘅對象包括咗佢姑丈張成澤。North Korea executes leader Kim Jong-un's once powerful uncle Chang Song-taek 但係點解要處理張成澤呢？ for attempting to overthrow the state and abusing his power. 其實好簡單，因為金正恩覺得佢嘅權力過大，喺黨內同埋經濟嘅資源都要經佢手。喺金正恩上任嘅初期，張成澤就被內部視為攝政王呢個角色。喺黨內外都有人認為佢先至係真正嘅 Big Boss， 真正嘅權力中心。呢啲信息對於一個年輕嘅新領袖嚟講，絕對係一個重大嘅壓力。2013年，張成澤喺公開嘅會議期間俾人帶走。幾日之後，北韓官方宣布佢因為違反黨紀律而被處理。呢個舉動震驚咗世界政壇，北韓內部人人自危，冇人估到下一個幸運兒會係邊個。處理咗張成澤之後，金正恩真正可以自己掌握權力，而下一個目標就鎖定咗係佢同父異母嘅哥哥金正男。作為金正日嘅長子，理論上係第一順位繼承人。加上金正男同外國嘅關係密切，令金正恩覺得受到威脅，成為咗佢心入邊一條刺。Reports that the North Korean leader's half-brother was killed in a planned attack. 2017年2月13日，金正男喺吉隆坡機場俾兩個女人襲擊，之後不幸離世。呢兩個女人聲稱係俾人誤導參加電視台嘅整蠱節目，結果一個獲釋，一個輕判，而背後幾個北韓男人就喺案發之後極速潛逃。呢一件事件調查之後，引起咗多個國家嘅關注。外界普遍認為呢件事嘅背後可能涉及咗政治嘅計算，用嚟鞏固金正恩嘅權力。除咗呢啲高風險嘅行動，喺金正恩上任之後仲搞咗好幾場大龍鳳。North Korea defiantly bragging this morning that it just conducted its third nuclear test. The underground test is the first for new leader Kim Jong-un. 金正恩上任嘅初期就加速咗軍事嘅發展，喺2013年進行咗第3次嘅核試。Creating a nuclear warhead that is small enough to be mounted on top of a long-range missile that is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US. 國際媒體廣泛報導，之後北韓仲密集式試射幾款遠程導彈，聲稱可以覆蓋遙遠嘅地區，引起國際嘅高度關注。當大家以為金正恩只係識靠嚇嘅時候，佢突然間耍起國際外交手段。2018年突然間畫風一轉，開始咗前所未有嘅外交攻勢。佢先同南韓總統文在寅舉行咗歷史性嘅高峰會，之後再同美國總統川普喺新加坡同埋河內2次會談，成為咗全球焦點。佢透過呢系列嘅動作，成功將自己由孤立嘅領袖包裝成為國際間可以對話嘅代表人物。而更加關鍵嘅一步就係佢4次訪華，同習近平並肩而立，俾到國際一個中朝關係密切嘅訊息。佢咁樣做，一方面鞏固咗佢喺亞洲嘅地緣政治地位，而另一方面亦都俾佢多張牌喺美朝談判入邊爭取籌碼。佢一系列彈出又彈入嘅舉動，被外界形容為最難預測嘅一個領袖。但實際上最難預測嘅係喺2020年4月。Where is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-un? It was the first time ever that Kim Jong-un missed the country's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ay. 2020年4月，一切突然間靜止，金正恩突然喺所有公開活動入邊神秘消失，足足3個星期，
全球媒體廣泛報導佢健康出現咗嚴重問題，甚至有傳言話佢情況危殆，令到外界一度陷入揣測。當時嘅北韓冇同外界澄清，而國內都冇一段新聞係關於金正恩嘅近況，成個國家就籠罩住一種不安嘅恐懼同埋氣氛。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-un has reportedly reappeared in public. North Korea's young leader Kim Jong-un has made his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in more than a month. 但喺3個星期之後，金正恩再次出現，佢身形明顯浮腫，行路緩慢，身體狀況成為咗國際嘅焦點。喺消失呢3個星期之後，第一次令全世界真正認真問一個問題：如果金正恩突然間出事，北韓會由邊一個接班人頂上呢？關於金正恩嘅家庭，外界嘅資訊係好少。佢老婆李雪主據聞係人民保安部協奏團嘅歌手。佢幫金正恩生咗3個仔女，包括2個女同埋1個仔。2022年，金正恩同埋愛女金主愛首次曝光，佢陪同金正恩參加咗軍事測試。10幾歲嘅金主愛衣着成熟，自信大方，被北韓官方媒體稱為尊貴嘅子女，成為咗第4代接班人嘅熱門人選。但金主愛嘅年紀仲係好細個，而真正可以隨時接管大權，最有可能嘅就係金正恩個妹妹金與正。佢長年喺阿哥身邊擔任咗影子特使，佢外表高傲，作風強硬，表情長期溜打，所以被西方媒體形容為世界上最危險嘅女人。喺金正恩傳聞死嘅時候，金與正曾經多次代表發聲，態度強硬，發表對美國同埋南韓嘅警告性言論，可以睇得出佢喺北韓嘅政壇地位係非比尋常。如果你哋想知多啲金正恩背後女人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呢條片。超過500個 like 嘅時候，我會製作獨立一集關於金正恩背後嘅女人，深入講講佢阿媽高英姬，一個來自日本朝鮮族嘅舞蹈員，佢老婆李雪主，一個被懷疑已經脫北嘅第一夫人，佢個妹金與正，被西方媒體形容為世界上最危險嘅女人，佢愛女金主愛，被譽為最有可能成為接班人嘅女孩，仲有佢前度情人袁松月，一度被傳被處理嘅舊愛。直到今日，金正恩冇透露過任何接班人嘅名單，或者對佢嚟講最大嘅權力保障就係模糊不清，令所有人都預測唔到北韓未來政權會落喺邊一個人嘅手上。金正恩一個神秘青年變成極權領袖，佢嘅每一步除咗係命運嘅安排，仲係精密計算嘅權力棋局。你哋又覺得北韓下一個掌舵人會係邊一個呢？臨走前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，或者可以用 Super Fans 支持下呢個頻道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